質翡翠嘅4種保養方法，學識咗你嘅翡翠就可以深呼吸。唔戴嘅翡翠應該點樣去養護佢？唔少咧嚟平洲揾錢嘅粉絲都經常問到呢個保養嘅問題。今日咧就一條視頻同大家講解一下。第一點，水陽喚醒翡翠嘅靈性。如果你唔戴嘅手鐲、平安球呢啲乾身件呢，你就可以每個月攞出嚟一次，用純淨水將佢浸泡喺裏邊3到5個鐘，咁樣呢，你嘅手鐲呢就會保持佢一定嘅水潤感。如果好似我哋咁樣經常好多嘅品質翡翠嘅話呢，我哋經常會喺我哋嘅衣櫃、玻璃櫃呢放一杯純淨水，等環境保持一定嘅濕度。第二點，遠離化學攻擊，守護佢天然嘅光澤。譬如香水、化妝品呢啲，咁盡量咧就唔好等佢成日咁樣觸摸到啦。因為乾身件嘅翡翠表面其實係有一個蠟層，咁呢個蠟層咧好容易被呢化學物質咧去腐蝕。第三點，溫柔清潔。翡翠硬度高，因為佢硬肉，亦都好怕硬碰硬。如果係好似翡翠嘅一啲掛件或者雕刻件咧，我哋都係攞軟毛嘅牙刷咧，將佢擦乾淨。總水貨咧最忌就用嗰啲高頻震動嗰啲清洗儀。第四點，每一件珠寶唔單止係翡翠啦，都要單獨存放。你同啲鑽石、黃金啊、水晶或者其他嘢混喺一個盒裏邊咧，佢就容易磨下劃痕。最後一點就係要長期佩戴佢。人肉護養，人體嘅油脂本身就係天然嘅養護劑，日日帶住溫潤人氣，就會令到佢更加溫潤通透。最後記住一句話：避高溫、勤補水、防化學、又清潔，就係咁簡單。你嘅品質翡翠就可以世代流傳，溫潤如初。